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讲到这礼拜大雪，说来伫要冬节食冬节圆，幸福的滋味万万年。较早人讲年头边人烧圆，12月穿新衫通过年。另外嘛有讲到冬节乌较赢过猪骹苦，冬节食乌正着时。另外寒天这当阵嘛是柑仔大出的好日子。老台语讲新闻，咱的时间到，主播黄秀文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黄秀文。这礼拜的拜三就是大雪，表示讲呢，雪来天气会愈来愈寒。这款寒天拄好，就是柑仔正着时的时节，所以今仔日要带观众朋友来试晒无同品种的柑仔。第一个要带大家来试晒的，就是阮常常看到的碰柑。碰柑呢，其实真好啉，因为伊的皮是碰碰，所以叫做碰柑。伊的皮甲伊的肉中央有浪芳，所以真简单就会使掰开。碰柑一粒是大大粒，所以有真侪台湾人介意摕碰柑来去拜拜。甲碰柑比起来，小可较细粒的，就是通柑。通柑佮叫做年柑，因为伊大出的时间就要活过年啊。伫12月到正月的时阵，伊的皮的色水是黄色的，虽然较细粒一寡，毋过呢，同款食起来真甘甜。刷来伫台湾足受到欢迎的，佮有即种蘑菇柑。蘑菇柑呢，伊的皮是薄薄，而且呢，摸起来是筋骨筋骨，伊食起来口味有淡薄甜甜，佮有淡薄酸酸，食起来真有赞趣，所以呢，伊个叫做蜜柑。再来继续带你来了解无同品种的柑仔，佮有即种。一叫做山糖柑，山糖柑嘛叫做十月柑，伊是所有的柑仔内面上细个，细甲圆圆甲扁扁，皮同款薄薄嘛真侪汤。再来，真侪人介意的叫做豆仔柑，伊个叫做仔丁。丁这里呢，因为伊豆仔柑食起来迄口感，伫个柑仔甲柳丁的中央。上特殊的，就是伊的外形，伊的外形伫个柑仔的顶端有还未发育完全的富果，亲像人的豆仔，所以伊的名才叫做豆仔柑。甲俗语内面呢，佫有足侪甲柑仔有关系的，亲像倒顶年柑，就是手伸出去去摕倒顶的柑仔，形容呢一件代志真简单、真轻松，就会使完成。再过来，就有这奥柑。白人面形容咧，就是甲臭气的、烂气的柑仔放伫个篮仔的上顶悬，是要甲卖出去。形容咧，这人上水面啦，毋知家己的本事有偌济。伫冬天呢，毋若只有柑仔尔，其实咧鱼啊嘛是即马上肥上好食的时节。讲到冬天的鱼，就爱讲到乌鱼，因为乌鱼的伊的壳侧边是乌色的，这叫做乌鱼。每一冬的冬节的前后，差不多伊来收到台湾的。西边的沿海的地区，这时阵的乌鱼是上肥上大只的，所以有人就讲，冬节食乌正着时。着时的，佫有即种鱼啊，叫做土特。土特伫个背后有叫做白金，差不多伫个旧历春节的进前，背后的土特就是上游上大只的时阵。佮来是白带鱼，白带鱼其实是台湾是规年冬天拢有的，毋过伫个冬天有一款鱼啊，叫做油带。油带为了要过冬，所以伊的身躯内面油会真济，所以真肥真好食。有人讲北风若淡，北倒落寒，因为透落山风，就是冬天的时阵，就是渔民上欢喜的时阵，因为会使掠到足济鱼啊大丰收，日子嘛会较好过，因为会使定定食好料，所以甲北倒咧食到涨到裤拢要叫裂开啊！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黄秀文，即么甲时间交还我一张主播。